小靜啊，小靜，你已經選擇了他，好好保重，祝你幸福。步行至火車站需時約1小時，行了一半，後面傳來熟悉的引擎聲，有一部電單車如風一般掠過，在他面前打橫攔住關羽，一頭長髮在風中散開，豪邁奔放，英氣十足。是小靜駕車來追我，到底是什麼回事？今次可以肯定的是，這段曖昧之情會來個了斷。小靜下車說：你話我都畫得唔似，我真人應該仲靚啲。原來關羽原先為他準備的禮物是一幅素描畫。小時候分開了，關羽掛念他，就幻想小靜長大時的樣子，總有一天衣錦還歸，回來送給他。畫得很好，而且很有心思，在畫的下方寫住你的美麗，令我傾全力也難描1%。小靜回家後收到這份禮物，驚喜落淚，能為自己做這麼多，這個男人走了，一輩子也不可能再遇上。知道他要走，就立刻趕來。小靜和關羽站着不動，兩人眼睛碰上了。什麼啊，小雨，上次問你鍾唔鍾意我在等你開口。此時正值黃昏，兩人站在涼亭附近的街燈剛好開着了。這不是普通的燈，原來昨天早上關羽神秘外出，在燈柱幹的就是為街燈製造倒影。他爬上了燈柱，在燈罩貼上已經用刀片挑了字的貼紙。當街燈晚上開亮時，就會見到字句從燈光射向地面，5個字：小靜我愛你。關羽這時雙手張開，如果邁向幸福要1000步，你只要勇敢地走出第一步，剩下來的999步就由我來走吧，你不會後悔的。小靜喜極而泣，眼眶滿載幸福的淚水，二話不說就衝上前抱他，兩人就吻上了。之前的事已經不再重要，這也不是發吻的時候，好好享受吧。最重要是我們真真正正的確走在一起，這一吻要他們身體每一個細胞都愉悅起來。他必須承認，這一刻是愛他的。那夜彼此也像山洪暴發，激情一發不可收拾。在小小的客房中發生了他和他的第一次。關羽更開心的是，小靜也細數對關羽的感覺，一切疑團也解開。小靜小時候的確喜歡過他，兩小無猜，真正純純的愛。小時候的手牽手片段長留心中。他聰明又成熟，才8歲已經知道眼前人非池中物，困在小小的地方只會限制他發展。他要的是一飛沖天，他會成為國家英雄，國家比我更需要他。從電視上看見他的成就相當安慰，無論彼此居住地方和身份上也很遙遠，也許以後他也不會回來，就當作一場美麗的豆芽夢。慢慢地長大，亭亭玉立在15歲時分別談過2個男朋友，他們已經20開外，最後性格不合分開了。從他們身上學會很多男性心理和感情事，所以他小小年紀已經很懂男人。他對於貞操執着，如果等到20歲前關羽也不回來，只好嫁給別人。其實你回來我很高興，我第一眼看你就知道你同樣喜歡我，開心之餘心情又非常矛盾。我應要大局為重嗎？你的成就令我更加不敢去愛，我再次出現只會令你因為兒女私情變弱，誰叫你是個家英雄？我的存在只會拖累你的人生路，或者我只需要一個愛我、懂我的平凡老實人，所以我要抑壓感情，於是故意對你冷漠刁蠻。不是我裝矜持和不喜歡你，就是因為太喜歡你，明白你最應該走的路，就等於暗暗幫助了你。人非草木，孰能無情？自己還是把持不住，感情真難控制。你是客人，我有必要招呼你，陪着你心總是癢癢的，那種矛盾很折磨。自己不期然想試探你，那麼我就由個天去決定。如果你不是太喜歡我，我們就算，只求心安理得，有個結果。成不了也自然明白天意不可違，不斷試探你，甚至過分得要你幫我玩手袋。
其實女孩子叫男人為自己玩手袋，有誰不清楚會損害男性尊嚴？給人看見男朋友這樣子，自己也眼冤。你讓我威一次，我這輩子會讓你威足一世。能夠放下一點尊嚴，最後就可以贏得更大尊嚴，更加贏了我。難道本姑娘的手袋會隨便給男人去玩嗎？要玩，我也只會叫你去玩。原先以為你不會，結果出乎意料，自己再忍不住，情感爆發出來，就當上天安排我們成為一對吧。我索性直接問你是否喜歡我，可惜發生意外。你那勇氣和善心是我真心敬佩的。我愛定你，我不理將來的事。理性和感性，我選了後者。女孩子通常就是這樣，人應該有任性、有衝動，才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。找緊對的人，人生才不會白過。我會為你做任何事，包括為你擋子彈。我知道他們真可能會開槍，愛令我的勇氣湧上心頭。就算他們開槍，我也無怨無悔。至於那個所謂男朋友，名叫張亞仔，25歲，是張國二弟張寶的兒子，是官二代，又是富二代。他不是小靜男朋友，是普通朋友，甚至只算是相識一場。因為就算有沒有關於這個人，小靜也不會喜歡他。他們之所以約會吃飯，原因是張亞仔是小靜的粉絲，在後台看見小靜落妝後更驚為天人。張亞仔驚奇我會管老闆提親，小靜當然拒絕。阿仔死心不息，自然被老闆禮貌婉拒。阿仔打算贊助會館，我給老闆送上大紅包，老闆收錢投降，但事先說明沒把握說服他，最多約出來吃飯。阿仔至少要風得風，要雨得雨。辦事從不需要思考，用錢唔用腦。老闆提示一切從朋友開始，起碼再有下次見面就有機會。原本阿仔為人已極為膚淺，男女關係經驗又淺，像古老時代一開始就提親，人家對你完全不了解，冇感情基礎下除了拒絕還可以什麼？答應你也會失去女性矜持。你叫女孩子點答你好？等於逼人拒絕自己，自掘墳墓沒分別。